粵語雜貨鋪製作，音樂即自由第3集。小學5年級嘅時候，德山老師同我講：版本啊，你不如都係去跟其他老師學作曲啦。由於呢件事好突然，我成個腦都好疑惑。雖然我記得喺幼兒園時候創作過一首《小兔之歌》，除此之外根本就冇其他嘅作曲經驗，完全冇辦法想象作曲係點樣嘅一回事。我諗母親對於自己個仔去學習成為作曲家，覺得都好不切實際。我哋兩母子對於呢個提議完全都唔感興趣。作曲呢一類嘅課程實在係，就連開始練琴，感覺好似都係某種壓力逼住去上課，並唔係有乜嘢特別嘅動機。即使喺創作《小兔之歌》嘅時候，都唔係因為有自己想寫歌嘅念頭，只不過係因為我缺乏說出拒絕借口嘅語言能力。例如從我心中湧現嘅感動或者熱情，都仲未可以讓我為隻兔仔創作音樂，咁就只可以硬住頭皮做咯。咁長大之後，我係咪就逐漸對音樂產生咗特別嘅動機呢？事實並非如此。入大學之後，我覺得自己應該都可以做一啲同音樂無關嘅事。如果按照呢個諗法，或者我會去拍電影啦，寫下小說都唔一定。我從來冇諗過將音樂當成自己人生嘅使命。如果真係要講起身嘅話，呢啲大概就係年輕人身上常見嘅不可一世嘅態度。然而德山老師當時似乎非常堅持要我去學作曲，不厭其煩咁一次又一次咁勸我。我同媽媽雖然再三拒絕，但係老師依然都唔願意放棄。雙方僵持不下嘅狀況持續咗好幾個月。如果我去學作曲，屋企入邊嘅經濟負擔又變得更加重。呢樣嘢就係我同媽媽都唔想去學作曲嘅原因。好似之前咁講，我爸爸做編輯嘅薪水唔係好高嘅啫，既要俾我去學鋼琴，又要我去上作曲嘅課，對屋企嚟講係一筆唔細嘅開支。所以雖然已經過咗好耐，不過我一直都好感激爸爸媽媽對我付出咗咁多。爸爸嘅工作係相當忙碌嘅，一個月入邊都唔知見唔見到佢一面，而且就算佢喺屋企入邊喐唔喐，就鬧屋企人發脾氣。爸爸同好多作家都共過事，例如野間宏啊、高橋和爾、田谷弘高、小田實等等，所以思想都係比較自由開放嘅。爸爸曾經仲俾徵召前去打仗，喺陸軍培養出根深蒂固嘅習慣，都係好似用軍人嘅語氣嚟命令屋企人咁：你去開個窗，攞份報紙過嚟。唉，總之就好得人驚啦。由於呢個緣故，我從來唔會主動同爸爸講嘢。第一次同爸爸正式相對嘅係高中3年級左右嘅時候啦。爸爸如果有事要講，佢唔會直接同我講嘅，而係叫媽媽嚟同我講。或者爸爸係出於一種虧欠嘅心理，覺得欠缺咗同我嘅直接溝通，所以想要喺教育呢方面盡可能咁投入。喺德山老師持續咗幾個月嘅勸說之下，最後我同媽媽都徹底投降，決定姑且先試下上下半年嘅作曲課咁啦。所以我就跟住德山老師學鋼琴，直到初中3年級為止。除此之外，每個星期都仲有一日要去到作曲老師屋企上課。
教我作曲嘅係松本文之助老師，亦即係話我一開始就拜入咗藝術大學作曲系嘅重量級老師門下。呢位老師係令人望而生畏嘅，佢又高大啦，又壯喎，就好似英國鬥牛犬咁樣，睇起身好有威嚴。每星期一次嘅上課，多達幾十個學生同時嚟學作曲，從小學到高中生都有。松本老師總係着住嗰套傳統嘅日式服裝，坐喺鋼琴前面。老師上課會先從年紀細嘅學生開始指導，所以啱啱開始去學作曲嘅時候，我係被安排喺最早嘅時間。年紀稍為大啲嘅高中生會被安排喺遲一啲嘅時間。松本老師會彈奏一首課題曲俾我哋呢啲學生去修改。學生唔係俾老師鬧，就係俾老師打。就算寫好嘅曲譜，都會被老師畫上好大嘅交叉。呢種教學方式係相當可怕。除咗古典音樂之外，我都會聽流行音樂。我記得曾經有段時間會喺度聽保羅安卡同埋其他歌手嘅作品，不過仲未狂熱到追星嘅程度。喺呢啲流行音樂當中，對我影響最大嘅莫過於披頭士嘅音樂啦。我接觸披頭士應該係喺同松本老師學習作曲之後嘅事。無論係開始學習作曲，或者係接觸披頭士嘅音樂，對於我嚟講都係非常重要嘅。實際上，披頭士最早讓我感到衝擊嘅係佢哋嘅相，而唔係音樂。我喺睇到雜誌封面嘅嗰一瞬間，哇，覺得披頭士真係實在太型啦，深深俾佢吸引住。想知道佢哋嘅音樂究竟係邊一種類型？喺德山老師學琴嘅學生入邊，有一位唔知係讀初中啊定係高中嘅大姐姐，佢就帶咗嗰本雜誌過嚟。我睇到個封面就問佢哋係邊個啊？嗰位大姐姐就同我講，呢個樂隊叫披頭士啊。呢個就係我最早接觸披頭士嘅開始。印象中，嗰本雜誌嘅名應該係叫做《音樂生活》。不過我第一張自己買嘅唱片並唔係披頭士嘅，而係滾石樂隊。我係先買咗滾石樂隊嘅唱片，過咗冇幾耐先買披頭士嘅。除咗呢兩個樂隊之外，大庫克拉克五人組、動物樂隊之類嘅唱片我都有買返嚟聽嘅。講起滾石樂隊，佢哋嘅音樂真係令我感到好震撼。但係講句老實說話，佢哋嘅演奏實在一般到令我好吃驚。當時我諗，佢哋雖然演奏得好差，但係好型喎。就係因為差到一塌糊塗，反而令人覺得性格十足。就好似朋克音樂一樣，雖然我當時仲係個細路，但係都聽得出係唔係走音。所以佢哋嘅演奏令我感到疑惑，點解可以彈得差咁遠嘅？從音樂演奏方面嚟講，披頭士嘅音樂無疑係經過打磨嘅成品，而滾石樂隊嘅音樂同我日後嘅創作都係息息相關嘅。喺我嘅音樂入邊，係傳承咗滾石樂隊嘅樂風，尤其係我所創作嘅前衛音樂，可以睇到好多滾石嘅影子。喺讀高中嘅時候，我就瘋狂迷上咗約翰海琪、白南準等等藝術風格，以及激浪派、新達達主義之類嘅藝術運動。之後我又玩過自由爵士，而家諗返起，鍾意呢啲冷門嘅，應該係叫做前衛風格嘅，就係受到滾石樂隊嘅影響吧。
類似披頭士音樂嘅精緻樂風係我中意嘅風格，滾石樂隊狂放不羈嘅樂風都深得我心。無論邊一種風格，我都冇辦法輕易取捨。對於披頭士嘅音樂，我嘅第一印象就係佢哋嘅和音好精緻，編曲好有個性，係用咗相當複雜嘅和音，而唔係傳統美國流行單調嘅三和弦。點解會有咁樣嘅和音嘅呢？而家再諗呢個問題，呢個功勞應該歸功於當時嘅製作人喬治馬丁嘅精心設計。喺嗰個時候開始學習作曲已經有一段時間，我諗自己應該有能力對樂曲稍作分析。披頭士音樂入邊嘅和音好聽到令人不可思議，我聽咗之後好想知道究竟係點樣嘅和音會有咁好聽嘅旋律。於是我就自己試住用鋼琴彈啲和弦出嚟，但係我之前從來冇學過呢種類型嘅和弦，唔知點樣稱呼呢種和弦呢？日後我先知道呢種類型嘅和弦被稱為九和弦。再之後，我深深為之着迷嘅音樂家德彪西，佢都好鍾意呢種和弦彈奏出嚟嘅聲音。聽到披頭士歌曲入邊嘅和音，令我好激動，好似感覺到高潮一般嘅快感。我明明平時喺爸爸面前係一粒聲都唔出嘅，我夾硬將佢扯到嚟音響面前，放披頭士嘅唱片俾佢聽。接觸德彪西嘅音樂係喺我初中2年級嘅時候，我第一次聽佢嘅弦樂四重奏係從另一位舅父嘅唱片收藏中揾到嘅。德彪西嘅音樂入邊帶俾我相當大嘅衝擊，令我着迷。之後有段時間，我甚至真係有啲相信自己係德彪西轉世添。我升上初中嗰一年係1964年，即係東京舉辦奧運會嗰一年。我雖然就讀屋企附近區立初中，不過呢度嘅學生都係嚟自唔同嘅小學，好多人我都唔認識嘅，所以首先要做嘅就係一一調查我嘅同學。我見到人就問：你知唔知披頭士啊？知道披頭士嘅同學就歸類於好朋友，唔知道嘅人一律不予理會。認識呢支樂隊嘅人啱好有4、5個，我哋會攞住掃把模仿起披頭士。喺嗰段日子入邊，我都開始留長頭髮。喺我讀書嗰個年代呢，細路仔嘅人數都仲係好多，一個班大概有55個人。喺人數咁多嘅班級入邊，知道披頭士嘅卻只有4、5個人。班上邊大多數嘅同學聽到披頭士嘅名字，大概嘅反應都係乜嘢嚟㗎？而且仲會用一啲鄙視嘅眼神睇住我哋，就好似睇到邋遢嘢咁啊！佢哋嘅反應反而帶俾我哋有莫名嘅快感。升上咗初中之後，我冇幾耐就加入咗籃球隊。我當時高係一個原因啦，不過最吸引我嘅都係因為籃球隊係最受歡迎。無論係籃球隊隊員着嘅籃球鞋啦，或者係可以拉開側邊排扣，褲腳有啲拖地嘅籃球褲，睇起身都好型。打籃球嘅時候會整親手，所以唔係幾適合彈鋼琴嘅人。我記得父母同鋼琴老師當時係非常反對我加入籃球隊嘅，但係我仲係好想打籃球。嗰個時候我成個腦都係淨係喺度諗點樣要受到人哋歡迎，根本冇其他理由，係要繼續學音樂定係打籃球？好好揀一個啦。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，我當時好乾脆咁回答：我要打波。於是就唔再去上鋼琴課同作曲課啦。好唔容易先開始學作曲，結果冇學幾耐就咁就放棄咗。
開始學作曲嘅時候，經歷咗好多波折，要放棄嘅時候，又係搞到雞飛狗跳。大概有3個月到半年嘅時間，我真係放棄咗音樂，全心投入打籃球。但係喺嗰段日子入邊，我硬係覺得自己身體入邊少咗啲乜嘢咁。一開始我唔知究竟係少咗乜嘢，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發覺到少咗嗰樣嘢就係音樂。到頭嚟我又返去揾鋼琴老師同埋作曲老師，呢次係我自己低頭落嚟拜託佢哋嘅。老師啊，可唔可以畀我返嚟繼續上課啊？呢個係我第一次咁積極主動下定決心想去學好音樂。我突然發覺自己原來係咁愛音樂嘅。一旦放棄咗之後，我先明白呢個事實。就好似有啲人離咗婚之後又同另一個對象結婚，或者我嘅情況就好似咁樣樣啦。自己主動去思考真正想做嘅事情，我諗呢個應該就係人生覺醒嘅經驗。要返去學音樂，當然要先退出籃球隊啦。於是我去揾籃球隊嘅隊長，口窒窒咁同佢講，我想退出籃球隊。果不其然，隊長將我帶到咗走廊盡頭嘅暗處，打咗我一餐，甚至仲扯住我留咗一段時間嘅長頭髮。經歷咗呢場儀式之後，我總算順利咁退出咗籃球隊，開始一心學習音樂。粵語雜貨鋪製作，音樂即自由第3集已經全部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。